人生哪有休？变水天梯哪管天破意，结悲在孤单。生病公主，国内真是怪命。Hello， 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的蛙贵，以及呢掌声鼓励我们的小秋，还有呢掌声鼓励我们的怡婷，还有我们的念念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稍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开播咯。先来听一下呢，我们一路打进去的 CD 专辑咯。想要探红杯，太祖今必要领红兵，贵府提君王受礼庭，唯独公主不准行，驸马怒火满心兴。一老生病要万幸。哇哦，大家呢今天都非常的准时哦，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上待会呢，节目就要开始了，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无论呢上来聆听这个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明天的天气预报，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都欢迎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乳猪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节目的一开始呢，不外乎呢，我们都要唱个我们电台的歌曲7字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和恁笑嗨嗨。阮的节目啊，
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喜剧新闻啊无理财。歌戏团唱啊多自在。戏剧团成有表亲像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ANNE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明慧哦，掌声鼓励鼓励。哇，大家今天都非常的准时哦，也先欢迎我们的蜂蜜这个老姑你突然间这个名称取得这么长呢，害我不知道念哪一个名字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外乎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带来一首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分阳光报七十相寿，心不快些无理由，归爱多做几拜寿，延连今扫路优秀。滚泪好感千金里，可比边金地，假意归爱别连理。心情凉了养富贵，金冠爸爸心小平，桃地冰水天黑乐观天报意外给悲在一孤单好嘛一回过。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先欢迎呢我们的灵感菇哦，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我们的小秋呢，跟我们这个萤火虫的大家跟我们萤火虫的小作老师们问声好哦，欢迎我们萤火虫的小朋友哦。
来呢，也感恩我们的明慧的掌声，感恩你。也欢迎呢我们的 PURP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灵感菇以及小秋的好听拍手哦。还有呢，我们小秋说进来的朋友呢要跟我们打声招呼哦，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等一下呢来播报明天的天气预报咯。明天呢北部地区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样的降雨几率。明天呢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白天70%，晚上呢30%。所以说呢，北部地区的朋友要记得还是会降雨哦。因为呢，我们刚刚呢，这个乳猪大大有说今天有去9份，然后呢，是不是也下雨了呢？所以说呢，要注意一下哦。明天呢，北部的天气一样会来降雨。但是呢，这个中部以及南部的朋友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10%左右，所以呢，中部以及南部的朋友呢，就是比较好一点点比较幸运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东部的朋友哦，明天的降雨几率一样在2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的北部的朋友以及呢我们东半部的朋友呢，记得携带一下你的雨具。不论呢你的雨衣啦、雨伞啦尽量呢还再多带一件这便利雨衣。如果说呢这个路边的人呢他刚好没有雨衣的时候呢，你刚好也可以借他哦。那呢，明天早晚温差一样大，所以说呢，大家要记得这个注意天气的保暖，洋葱式的穿法。那呢，跟大家讲一下明天因为呢湿气也蛮重的，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上山赌一下呢会不会下雪的朋友呢，明天是很适合赌一下的天气咯。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来播报新闻咯。大家呢互相的跟我们打招呼，以及呢也再欢迎一下呢我们的这个蛙柜管理员，我们的蜜蜂大大，我们的明辉，还有呢我们线上很多的好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前面呢2则的新闻呢都有关于这个彰化的新闻，而且呢都有关于火灾哦。第一则呢，这个彰化的新闻呢是这个小黄司机哦，他想说呢，这个开车有点累，所以说呢停放在路边呢休息一下想不到呢，这个车辆呢自己自然的开始起火了，哇，吓得一个呢腿都软了啦，腿都麻了就趴到这个地板上。幸好呢，这个警察在巡逻的时候呢，刚好开经过了。看到说呢，哇，有这个这个小黄好像默默的在冒烟了。结果呢，折返开到对向车道的时候呢，要来救这个小黄的时候呢，刚好小黄起火燃烧。刚刚好呢，看到呢这个驾驶呢在车子底下在这个这个地板上在爬的因为他脚麻了，也刚刚好呢有我们的警察大人呢来救这个呢小黄司机一命哦。所以呢也感恩我们的警察大人救了这位小黄司机，祝福呢大家呢平安顺心吉祥，感恩，也欢迎我们的淑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淑芬说呢，哇，你好帅感恩我们的淑芬不嫌弃。我常常说呢，无论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呢，一边在陪伴呢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原因点是什么呢？因为我常说主播本人呢没有到太帅啊，所以说呢，你一边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呢，一边用聆听的方式呢，其实也绰绰有余的哦。再来也欢迎呢我们的 PAK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美玲哦，美玲说主播燕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有你们的支持呢，是这个钱蛋雨涵的动力哦。钱蛋的意思呢，就是由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等一下呢，再来播报了这则新闻呢，也就是我们彰化的新闻哦。彰化呢，既然有这个瓦斯行这个也是燃烧了，起了这个火势，也幸好呢，哇，这个现场是放这个空瓶子而已，不是呢里面还好里面没有液体啦，但是呢也是很危险哦，警方呢赶快来撤离呢旁边的居民，那呢这些空桶子啦，以及呢这个铁皮温呢都燃烧成焦黑了。以及呢，现场呢，这个屋主的2台机车也是呢，烧的整个都破洞了所以说呢，你看不论是用火啦、用电呢，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先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感恩大家。我们来聆听这首莲花铁三郎风萧萧。太祖金雕娘红兵，贵府提官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会满身形。天老成兵，要万姓。尊神加倍保障礼敬，听说笑歌，罗军阵。我回府做义工论福定，山岭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听你情影。不由归阿姨共红辉映。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我们的灵感菇啦，还是呢我们的小蘑菇，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菇菇家族呢又准备要来启动喽，也欢迎我们的陈晨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小秋说呢，秀秀昂丁很好听哦，没有错古时候呢，为什么要挂红灯笼呢？有一版是说挂红灯笼呢，大家都可以进来啦，我的这个丈夫呢可以进来啦。那这一版呢是挂这个红灯笼呢，这个丈夫以及任何人不准进到我的房间内。哇，这个驸马呢当然就很生气啦。刚刚所唱的呢，是我们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是我们这个电视歌仔戏曲调的歌曲哦。也感恩呢我们的灵感菇的掌声，感恩你。再来我们的淑芬说呢，我爱你哦，哇，感恩你的爱哦。非常感恩你，也祝福你呢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的陈晨芬也跟呢我们的小蘑菇说晚上好。再
再来呢，来播报我们台东的新闻喽。台东呢有这个诊所非常的好心，想说呢接送一下呢他的病患呐，但是呢他是用这个大型的箱型车，然后呢载着后面的轮椅的病患尤其呢后面的这个车尾门它竟然是没有关的，哇，这当然呢就触法咯。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这个病患呢要出门，你必须呢一定要坐这个轮椅的，然后也预约一下呢这个富康巴士这样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哇，这个箱型车来载呢又没有系这个安全带，那万一呢这个患者呢掉下来呢那是要怎么办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呢有这个残障人士要这个帮忙的，要坐这个富康巴士的呢，要记得去预约一下尽量呢在前一周，甚至呢5天前、3天前呢就要先预约起来了哦。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伟成说呢要先忙，所以呢先挂听没有问题的。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咯。我们先来穿插一下我们传统的7字调，晚一点呢再来唱呢我帮这个萤火虫小作呢来给他们创造的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歌词，等一下呢再唱给大家听哦。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传统的7字调，感恩大家。新气啊，白白啊，走三关改换，所以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讲宝山，四分无担百事为无风无摇花袂开。冤家啊，是咧怨啥物？当落花心啊，花照开。突然间看到这2位呢还在吵架还没有和好赶快和好了这个呢人家说这个呢床头吵床尾和要赶快和好咯。再来呢播报我们台南的新闻哦。台南呢，哇，这个路边有一名男子呢倒在路边，那呢当然路人就很好心了，帮他报警。结果呢这个警察呢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发现这一名男子呢手上呢拿着这个电子烟就把他叫醒了，给他验一下呢，发现呢有这个毒品阳性的反应，结果要给他逮捕啦。逮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嫌犯呢居然大咬了这个警察一口，哇塞！
哇，你这一摇吼，这个警方呢可就痛死了哦。这个呢是在我们台南发生的事情哦。这是呢这个毒品的这个嫌犯吼，结果呢还反咬了这个警察一口哦。再来呢，大家就哈哈大笑，我们灵感菇也笑，我们的挖柜管理员也笑哈，然后呢，我们的小秋说呢，神来一句哈，陈晨芬呢也大笑了，这句呢在这里用的恰当吗？是不恰当了哈，只是说呢，刚好看到呢，他们在吵架哦。再来呢，这个茶喉忍者菇呢，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茶喉忍者菇呢说呢，叫蜜蜂打电话给你哦，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说你们是有认识的，是不是？欢迎呢我们菇类的好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我们的茶喉忍者菇、我们的蜂蜜老菇、我们的灵感菇，以及呢我们的小蘑菇，统统到齐喽！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不论呢来聆听戏曲节目，来聆听呢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明天呢北部地区以及呢我们的东部地区，记得呢携带一下雨具咯。再来呢播报呢我们台南的新闻哦，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台南的五妃街哦，在2年前呢，曾经呢一样有这个天坑呐，哇，这个红绿灯呢都倒掉了哈，大家呢都还担心说有没有压到人，想不到呢，在今天呢，哇，2度呢有2个天坑哦，一开始呢先来一个天坑哦。再来呢，这个业者呢，这个施工的人员呢，要来这里补这个天坑的时候呢，不小心又掉下去，又造成了第2个天坑，也就是说呢，这2年内呢有3个天坑的这个发生哦。那呢，这个政府呢，这个公务局呢就说哇，这应该是呢旁边的这个呢在建案的这个工程呐，造成呢地下的这个土石流哦。但是呢，真的是如此吗？还是说呢，其实是这个地板上的这一些呢，已经老旧了啦。那附近的居民呢，也在建议说，这天坑不应该只是破哪里补哪里，破哪里补哪里啦，应该是怎样子呢？应该是呢整条路呢都要一起来把它打掉，来重补，这样才会对不然呢下一次你要再破哪里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呢，这个公务局呢也就说要这个业者呢勒令停工，而且呢要开罚9万元哦。这是在我们台南的新闻。所以说呢，如果呢有在台南的朋友呢，最近有经过这个五妃街的啦还是注意一下呢你的安全，甚至呢住附近的朋友，甚至呢你刚好骑车经过，刚好呢要走这个五妃街下来的时候呢，尽量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安全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等一下呢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再来我们要来播报呢这个台北的新闻，也先欢迎呢我们的淑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欢迎我们的淑音，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再来播报的台北新闻呢，有关于呢大家的生活圈哦，不是只有台北有这个呢女子呢太相信别人了啦，人家跟她加赖呢，她就跟人家聊经济的啦，再来呢聊一些其他的啦，来聊黄金的啦，聊完之后呢，哇，居然呢就被诈骗钱了。他在呢这个去年2025年的9月到呢12月的
期间呢，其实9、10、11、12才3个月期间哦，他居然呢就相信哦有这个黄金的 APP 也线上操作了，结果呢被诈骗呢550万元。哇，你看哈、说有钱哈、是真的很有钱呐、哈，但是呢，这550万元呢就这样子被诈骗掉喽，在3个月的期间。所以说呢，如果有人呢跟你加赖的啦，那呢跟你聊一些讯息的啦，也千万不要乱投资。那呢，如果说呢，他是说啊，我是你家的邻居啦，你的用户呢啊，你太吵了啊，等等之类的呢啊，你大可以报警不需要呢让他来勒索。这是呢我们这个台北的新闻哦。欢迎呢我们的这个钟肉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有人突然间呢，要跟你借钱呐，甚至呢，过去呢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突然间呢又开始跟你打招呼了，哇，这个要不是直销啦，要么就诈骗啦，要么他刚好当上这业务员啦大家呢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再来呢，穿插一下我们的歌曲，我们的妻子连空奏。然后底下的留言我开始有点看不懂了。蜜蜂说呢，这个要结婚是真的假的你才高中年纪，你是要结什么婚呢？也太早结了吧。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的妻子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何这何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伊爱阮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乱来。我回府何愁，亲像姑娘。红红的笑脸啊，无非注定悲哀。一步经顺选骄傲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冤家当真啊，当心怎主宰，情深渐将成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哉？何以来排解？这首呢是我们的妻子连空奏，刚好唱到呢这个夫妻在吵架呢，这个各说各话也刚好看到呢我们的陈晨芬呢以及小蘑菇在吵架。再
再来呢，他们说哈，这个陈晨芬说哈，谁跟你呀？你以为呢？你跟主播一样帅吗？这样子呢，我是该开心呢，还是该难过呢？我看到你们在吵架哈，但是呢，我又看到说呢，你称赞我帅哈这时候呢，我应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呢？再来呢，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英娟说呢，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哦？我是男生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淑芬说好难听哦，哇，好难听的，那不要听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要来播报我们台北的新闻哦。台北呢，居然有这个呢协会的理事长呢，吃顿饭发现呢里面有蟑螂哦，结果呢他就威胁了这个知名的饭店呢，要给他索赔啦，索赔多少钱呢？1800万的封口费。哇，虽然说呢这是一个知名的饭店但是呢出现一小只蟑螂居然要1800万的封口费，哇，这个呢谁缴得出来呢？那呢我们也不讲出这个协会的名称啦，也不讲出呢这个饭店的名称。如果呢大家想知道的话呢，就上网看一下新闻，你就会知道呢他们是谁了齁。再来欢迎我们的灵感菇的掌声哦，感恩我们的灵感菇。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是男生，但是呢为什么舞台上呢扮演女生角色呢？这个叫做我们的前旦。前旦的意思呢就是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那呢这个昆生就是呢由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就如同呢我们的杨丽花啦、陈雅兰啦、叶青、黄香莲，这个就是由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哦。也感恩我们的小秋的说好听，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刚刚有唱到我们的这个七字连空奏，不外乎呢当然要穿插回来我们的七字调。但是呢我们来唱呢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呢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晚一点呢再唱呢我帮我们这个小作所呢所写的歌词哦。也欢迎我们的这个乖猫猫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来听这首七字调。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手着招牌，君在亲上的甘知。在家好庙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最平。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那呢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哇，这个各说各话不打紧还在论呢他们的身份地位哦。
在这一出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金枝就是呢代表着我们这个金枝玉叶的公主啦。啊，公主呢是皇上的女儿，当然会说呢，我的身份地位呢比你高尚啊。但是呢，这个驸马的爸爸呢，哇，这个来头不小是我们这个鼎鼎有名的这个郭子仪。贵族仪哦，所以说呢，也跟大家呢，来聊聊天。欢迎呢，我们的这个亚历山大上来语韩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美玲呢，以及我们的灵感菇的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我们的美玲以及灵感菇。再来呢，我们的英娟说呢，你是在做歌仔戏的吗？没有错我们呢语韩的广播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语韩来做主持，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不论呢播报我们的戏曲内容，播报呢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呢，都欢迎大家上来语韩的广播电台。那呢，我是在做歌仔戏的尤其呢，我的白天呢有这个超市业的工作。那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呢来做这个直播节目。那呢，每周四呢固定呢都还有去日照中心呢在推广我们的歌仔戏哦。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期待一下下一出戏。这一出呢是一怒打金枝，下一出戏呢叫做我们的陈世美反间单色币。欢干，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也有我们的赖群组连结，以及呢购买 CD 专辑的连结哦。再来呢，英娟说呢，你有去宫庙表演吗？有的，我早期呢就是呢在这个宫庙表演的。那呢在这个宫庙呢，我们叫做野台戏，也叫做我们的民戏的演出哦。感恩我们的这个英娟。再来呢，大家开始呢，聊起来，你明天要去毕业旅行，而且是2天1夜啊，哇，好棒哦！先祝福你呢，这个平安顺心，以及呢，哇，开心的出游哦。你会唱这个新卡北贝吗？这当然是一定会的哦。你讲到呢，这个新卡北贝呢，就是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最爱的歌曲。来，我们来听一下呢，新卡北贝赵三关以及呢，戏盆牡丹百戏威。新卡北贝呀。照三关改换，所以有会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生只想往无传。盆牡丹百戏威，无风无摇好的袂开。等待来三家来当落水。花心会交开。英娟问说呢，野台戏不是布袋戏吗？不是的。这个呢，野台戏呢，其实呢，我们这歌仔戏有分这个路边的野台戏啦，也有分呢，这个室内剧场的戏啦。也有分呢，我们早期这个落地扫啦，以及呢这个卖药团卖药团
跟大家讲哦，所以说呢，野台戏呢有这个布袋戏啦，有这个歌仔戏啦，甚至呢有皮影戏啦，有这个傀儡戏啦，都有在做我们的野台戏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呢，还有我们的灵感菇，还有呢我们的亚历山大的这个拍手掌声哦。再来欢迎我们的阿巴以及我们的黄正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美牙团也是这个歌仔戏的一种吗？早期呢，这个美牙团就会呢，先教唱一段啦，唱一段戏，甚至呢，表演一下武打戏一下，然后呢，才开始来卖药哦。所以说呢，这个歌仔戏呢，从这个落地扫啦，大家呢一起聚在一起，一起玩戏，再来呢到这个美牙团，到了有野台戏，有内台戏，再回到庙口的野台戏，一种不同层次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这个歌仔戏呢是一块大海绵，就是这样子。它吸取了呢各种的在各个地方各个环境所表演，以及呢吸取了呢各种的戏曲啦，还有呢杂耍的杂技啦，这个呢就是歌仔戏的一种哦。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要来播报一下呢，我们台北的新闻哦，有关于呢，这个 AI 智慧的这个智能机哦，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咯。哇，这个呢，台北的西门町呢，开始有这个快闪店哦。什么快闪店呢？是这个泰国的泡面AI 智能机的快闪店。你只要呢给它按键按下去呢，90秒呢，你就可以端到你的这个呢你的泡面哦，1分半的时间内。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不论呢这个饮料啦，甚至呢现在连这个泡面呢都出现了这个 AI 的智能机。而且呢，尤其是怎样子呢？它可以省掉这个60%的人力。哇，你说想想哦，如果呢一个工作呢，它省掉了这个60%的人力呢，哇，这个大家未来呢就有可能会失业哦。所以说呢，这个 AI 啦，然后呢，机器人呢，虽然说呢，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也造就了说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一个记忆啦，如果你有一个专业性啦，就很可能呢会被取代哦。你们呢，这个专业性，你们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哦。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这个呢，你有去宫庙演这个福禄寿三仙吗？这个呢，福禄寿三仙是一定要的啦哈。这个呢，宫庙型的演出呢，半仙为重，那呢，演出呢为副要的。那呢，如果在这个内台戏演出，才是呢演出呢为重要的环节。所以说呢，这个歌仔戏的这个半仙呢，有分呢这个福禄寿的3仙啦，然后呢有分我们的8仙啦，也有分呢，我们这个天官4福哦，不一样的这个曲调。然后呢，有的像3仙呢都是用口白所讲的，8仙呢有的人呢用口白，有的人用唱的。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天官4福呢，这个从头唱到尾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播报呢下一则新闻以前呢，我们先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7字联、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1，感恩大家。公主最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痒。当酒假死医生病，待何人调心不惊。驸马小心，不将你，因为爹娘
将鸟去，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爸爸金收伊，驸马无够这情义，并个王言情义。这是呢我们的七字联、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哦。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哇，这个驸马拿着藤条来打金枝，哇，多么的狠哦！打完金枝之后呢，当然就要绕跑了当然就要赶快下台了。这个呢，这个公主说我打坏了我这个头冠以及呢我扯坏我的衣服真的没看得起的掉了很生气很生气。所以说呢，这出一路打金枝呢，是一出非常经典的折子戏哦。什么是折子戏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做解说。也感恩呢我们的陈晨芬，还有呢我们的灵感菇，还有呢我们的小秋，还有我们的小蘑菇的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大家。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叶正豪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什么是折子戏呢？就是原本一出大戏呢，可能2个半小时的时间，但是呢，折子戏就是演一小段，等于把它折一小段来所做演出，可能20分钟，可能半个小时的演出呢，这个我们叫做折子戏，就是演这一出剧里面的经典哦。再来呢，我们的灵感顾问说呢，你记得呢，半仙是不是呢，有些禁忌是不能做的呢？没错你看呢，这些半仙啊，我们在戴这个财神爷在出台的时候戴这个面具呢，这个面具呢在舞台下的时候呢，也要记得不要去玩它。以及呢，如果在拿这个面具的时候呢，是不能讲话的。如果说呢，你拿这个面具呢来讲话呢，哇，你刚好规团的拢烧声，什么意思呢？你拿了那个面具呢，还讲话的时候你今天的那个戏班整群人呢，哇，今天那一场戏应该很难唱了，应该都不会有声音了以及呢，这个拿这个假人头的时候呢，记得呢也不要去掐他的脖子这里尽量从他的头发这里先抓起来就好了。那呢，在这个下戏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去玩你的半仙的东西不要去玩这些道具啦，不然呢会发生呢这一些这个戏班呢这个我们说没瞎啦，或者是闹鬼的啦等等之类的当然呢这个信者恒信，那呢这是戏班呢所传下来的传统。那呢到现在呢，如果说我真的就不小心拿了这个假面具呢，不小心讲话了呢那就拿这个金纸呢把它绕一绕，烧一烧这个绕一绕呢其实净化完就没有事了这是我们戏班的规矩，跟大家聊一下。再来呢我们的蛙柜呢，我们的管理员说呢要提醒大家，新进来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我最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所以说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然后呢，我们的小蘑菇说以为蛙贵睡着了啦，没有啦，因为呢蛙贵呢正在忙家里的事情，所以说呢会看一下停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也感恩我们的蛙贵还有呢刚才有看到蛙贵帮我删留言感恩我们的蛙贵管理员。再来呢，先切一下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叫做呢知足常乐很简单，是怎么说呢？大
家都知道呢，我每周四的这个下午时段啊，甚至早上时段呢，都会去到不管是日照中心，去到呢我们的小作所呢来做这个歌仔戏的推广活动。不论呢，是这个有收费制的啦，还是呢我们的公益活动呢，都非常欢迎呢，也感恩大家的邀约。但是呢，在这个小作所的推广啦，我跟呢我们这个萤火虫的小作呢，以及呢这个惠山基金会的小作呢，都说如果呢小朋友几点想要我的专辑呢，其实是可以免费呢来兑换的。为什么呢？给他们这个福利呢，也就是因为让这些小朋友呢，他们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以及呢让他们爱上我们台湾的歌仔戏。哇，这个呢，我们萤火虫小作所的这个小云老师说我们也太幸福了吧，这样子其实也是这样子我说呢，幸福你就会快乐。那呢，当你快乐的时候呢，就要知道可以知足，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简单哦。所以说呢，为什么说今天的主题呢叫做知足常乐呢？如果你感受到说呢，今天不论在工作当中啦，在家庭当中啦，甚至呢，去超商呢买一杯咖啡，觉得很幸福的朋友呢，你就很快乐了。那要记得呢，要知足哦。今天可以去买这杯咖啡，非常的幸福。今天呢，可以有这个主管，这样子非常的重用你，我们就很开心了。所以说呢，知足常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哦。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萤火虫的小作所呢，在他们门口帮我张贴了这个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海报哦，也感恩我们萤火虫的小作所。让我们的海报呢，不止呢在这个台南的西市场呢可以看到，也让我们呢进军到这个台南的东区。萤火虫的小作所呢，非常的感恩，也欢迎我们的伟成哇，终于呢忙到一个段落了，是不是？感恩我们的伟成，欢迎你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灵感姑说呢，你有看到小阿姨呢今天在煮东西只看一下子而已要记得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记得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这礼拜五的晚上呢会休播一天，所以说呢，我们的这礼拜是5、6日3天会休息，因为呢我要去听个演唱会那呢是在我们台南的好听音乐厅，听呢是厅堂的厅那呢他们要办一场这个台语的演唱会，所以呢我必须要去听一下。因为呢，在今年度的3月份呢，我也会呢，去找这个场地呢，在某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场要来办呢实体的这个一诺打金枝的演唱会哦。那呢，当天呢是给大家呢免费呢来收听，大家呢，如果有喜欢的话，再投这个打赏箱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来听的朋友不用有压力哦。尤其呢，听完之后呢，可以去到呢，我们附近的这个国华街啦、中正路啦，以及神农街呢来逛逛。再来呢，来聊聊呢，我的同事今天早上跟我聊的事情哦。先来穿插一下呢，我们传统的7字调，但是呢，这一次唱了7字调的歌词呢，就是呢，我特别呢为我们萤火虫的小作所写的歌词，晚上呢我也会把这个呢，短影音把它放上来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哦。先来听听看这首7字调，感恩大家。已經過暗時啊，
在四周围，照明众人欢乐无边。寄托在惠山基金会可定内容真多。眼神单纯心美丽，有樱花经过，关怀关家的。哇，特别呢，为我们这个萤火虫的小作所呢，给他们写了这2段的歌词，让他们呢来唱他们的主题歌曲哦，也用呢我们这个呢歌仔戏的7字调，最传统的曲调哦。那呢，这个萤火虫的台语呢，和这火金菇啦。这个灰金菇呢，哇，这个大家很少呢会听到，你们有没有呢实际呢去看过呢？这个萤火虫闪闪发亮的时候呢，而且呢，你在这个歌词当中呢可以听到这个欢乐无比。为什么呢？我们要欢乐无比，为什么这个欢乐要用讲的呢？因为呢，为了不要让这个台语字呢给倒字。导致就是说呢，如果我说呢欢乐无比，这样子呢就很像烦恼无比。所以说呢，我们为了不让它倒字，我们这2个字呢，用点说唱的方式呢，来给它做表现哦。再来呢，一样来穿插一下我们的花娇宴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讲呢，今天呢，我跟同事聊了什么事情哦。也先欢迎呢我们的 XIM 大大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小蘑菇说呢，灵感菇很高兴认识你，也欢迎你呢加入蘑菇帮。蘑菇帮听起来我这里好像有点做黑道的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花娇宴》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报70相寿，幸福快乐无理由，归爱多子去拜寿，连连今扫路优秀。滚泪放假千金里，可比红点金地，大衣归爱结连理。心情凉了养富贵。
给背在一孤单，马一回过。今天呢，来跟我的同事呢来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他最近呢，收敛一点点哦。什么叫做收敛呢？他说常常呢他会很在意呢，这个附近的朋友啦、同事之间呢，还是说呢，这个家人之间呢，跟他所说的话语哦。那呢，他就说呢，他开始呢，慢慢的觉得说呢，不要去在意啦。我说，这件事情很棒啊。但是呢，也代表说你应该呢，有所去体会，甚至说呢，去体悟到呢，才会去做下这个选择哦。那呢，他就问我说呢，体会跟这个体悟呢，有什么差异呢？我跟他说这个呢，我们有分成3点。第一点呢是这个知道。就是说呢，我知道呢这件事情呢，大概呢，长得什么样子，或者是说呢，我知道呢这件事情呢，对我呢可能呢，没有帮助或有帮助。再来呢，实际的下去操作之后呢，才会体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到了结尾的时候呢，发现说呢，哇，原来呢这个事情不论呢是不是自己呢所想的这样子呢，这个才叫做体悟到。哇，这个差异呢，大家知道吗？这个从知道到体会到体悟哦。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呢，让你们呢有这3种层次的感觉呢？这3种层次呢，是我自己所给它整理出来的啦。它没有说呢，一定呢就长得像这样子，或者是说呢，书上呢就这么教，是没有的。这只是说呢，在我人生当中呢，所体会到了一些事情呢，我发现说呢，从我们知道到体会到体悟呢，它是有3种层次的哦。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聊聊天哦。先欢迎呢，我们刚刚这个小秋以及灵感菇，还有呢我们的旺柜管理员的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我们的灵感菇说这个呢，小蘑菇这个老大呢是这个五木的这个老大哇，真的有大家呢这些菇菇家族的陪伴哦。再来呢，我们的这个蔡依依说呢，新年快乐，也欢迎我们的依依。哇，好可爱的名字哦，它叫做蔡依依哦，欢迎我们的依依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掌声鼓励鼓励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这个呢，灵感菇说呢，我只知道这个千层派呢很有层次哦。蛮可爱的这个留言那我大概也知道呢，这个千层蛋糕呢也不错吃哦。太可爱了啦。那呢，我就问他说呢，为什么呢你会想要做这个改变呢？是有什么原因吗？还是呢，体会到或体悟到什么事情呢？他说其实呢，只是大概知道呢这件事情啊。那呢，我说如果呢你真的要改变呢，那你就要知道说呢，你的终点站是什么？因为呢，他问我说呢，这个改变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改变的是谁？改变的是你自己你怎么问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所以呢，我也无法跟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我只是呢，只能告诉你说呢，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呢，你必须要知道说呢，为什么你要改变，甚至说呢，你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因呢，就是说呢，我在过程当中这是因嘛，那呢，果就是说呢，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嘛？如果得到的结果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
这样子你会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还是你会觉得说呢，没关系，我有经过这样的过程就算不错了呢？这呢就是呢，我今天跟这个同事所分享的，所以说呢，这个同事就说呢，哇，真的跟你聊天呢很有这个层次感啦，很有呢，真的说很有内容这样子。我说呢，那你就要常常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呢，我们的这个蜜蜂呢，以及呢我们的丽华呢，都哈哈大笑哦。所以说呢，刚才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呢，第一个是我们的知足常乐，第二个呢是说呢，我们要种下什么因，也要知道呢可以得到什么果，以及呢从我们的知道到体会到体悟呢，它是不同层次的分别哦。那呢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再来呢，这个小周说呢，趁机推销呢雨涵电台，这是一定要的哦。有啦，其实呢，我的同事呢，他们也有在听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只是说呢，他们都没有出声啊。甚至说呢，我的大姐呢，其实呢也有加入我们的赖社群里面哦。她前几天呢，突然间在问我说其实呢，你这个赖社群里面呢，有没有请这个 Sakura 哦？Sakura 的意思呢，就是说呢，你有没有请这个暗装啦，帮你呢一起这个吹捧起来？我说呢，我怎么有钱可以去请大家呢？大家呢都是自愿进来聊天的所以呢也感恩呢我们线上的各位好朋友哦。所以说呢，如果有想要呢加入呢，这个雨涵广播电台的赖群组，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也有。再来呢，这个底下资讯栏连结呢，也有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的这个连结啦。还有呢，我们这个这礼拜的进修作业，这个越剧的狸猫换太子哦。再来呢，这个大家的掌声哦，以及呢，灵感姑说呢，这个 Sakura 啦，没错然后呢，这个呢，伟成说其实我们都是暗装啦。还有我们的卤猪大拉说呢，这个呢，自愿当暗装哦。我们的小蘑菇说呢，燕秋很高兴认识你，也欢迎大家呢进入雨涵广播电台的 LINE 群组里面哦。里面呢小秋明天也会跟着我去这个日照中心的场合，也先感恩一下我们的小秋。先公开呢感恩一下我们的小秋因为呢我们的小秋呢这个呢明天呢原本有这个家族旅游活动但是呢他自愿放弃了，愿意呢跟我去当一天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个志工也感恩我们的小秋，感恩你。再来呢，这个灵感姑说呢，自愿当这个灰金钩，自愿当这个萤火虫，照亮我们雨涵电台。哇，好棒的用语哦！再来呢，等一下呢，要来穿插一下我们传统的都马调，感恩大家。我们来穿插一下呢，这个传统的都马调来给大家听这个小秋说呢，别客气，你很优秀的，感恩我们的小秋，掌声鼓励。我们来听这首都马调。
是山内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事假大义。驸马，就是爱我原谅你，你必须爱完成我的条件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军神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功补敬，现在是我实的爱压头将类型。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塞卡死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諧。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美过程，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定，你啊做行。全部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了忘情。感恩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哈，一支呢这个太暗了啦，所以说呢要全场呢都是这个灰金光哦，全场呢都是萤火虫呢，这个才会亮哦。也感恩呢这些这个萤火虫的这个粉丝团哦。甚至呢，前几天呢，大家还说这个国民金孙，对不对？哇，这个名称也不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雨涵广播电台的群组呢改成雨涵电台国民金孙萤火虫粉丝团这样子哦？之后呢，就会越加越长哦。再来呢，我们一样呢来播报一下台北的新闻哦。这个台北的新闻呢，居然呢，有这个嫌犯呢去偷东西哦，而且呢还偷了2个百货哦，哇，还正大光明的在路边呢再看一下呢偷了多少的东西，也刚好呢被这个警察呢逮个正着哦。警察想说呢，这个人呢在路边呢鬼鬼祟祟的在干嘛？就呢盘查他，以及呢问他说呢，哇你这些的发票呢在哪里呢？结果拿不出来。当然呢，这个警方就把他带回去呢，这些贩售的店家才发现说呢，原来他是一名窃贼哦。再来呢，等一下呢也来播报我们基隆的新闻哦。基隆的这个南龙公墓居然发生了这个凶杀案哦。这个灵感姑说这个转身到异世界当灰金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哇，果然是灵感姑这个呢天马行空的想象咯。这个呢丽华说新闻又来咯，感恩丽华上来。基隆的这个南农公墓呢，居然呢发生了这个凶杀啦。
那呢，其实呢，这2名男子都是呢，跟同一名女子来做交往，所以说呢，这个争风吃醋就对了啦。结果呢，这个外包的这个清洁工呢，遭到呢这个刺了这个胸口，也还好呢，紧急的来送医没有事情的。这个呢是他们私下的纠纷，这个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南荣公墓哇，怎么会台湾国语了这如同说呢，我平常会讲台语，如果说呢要突然间转这个国语呢，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困难的上次呢去到这个萤火虫的小座我说呢，外面咔嚓拢铺这个点啊嘎啦，这个点啊嘎里边讲国语事实上我真正还无安那意思的对啦。结果呢，刚刚好这些老师呢赶快提供这个点啊嘎呢和这个什么。完蛋了！你看这个我突然间呢要翻过来我真的也是还忘记了如果线上的朋友呢讲得出来帮我翻译一下柏油路对了如果呢新进来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主播呢怎么这么强怎么讲个国语呢还不会讲而且呢如果要叫我写这个国语我还真的写不出来感恩大家呢我们的小秋还有我们的伟成还有我们的蛙贵大大还有呢我们这个哇大家呢都帮我翻译出来这个呢，新年好话4句联呢，有一句话叫做“心理兴旺通四海”那呢，我就直接用这个台语呢来把它翻成国语，我把它打成呢“生理兴旺通四海”这样。然后呢，我去到要教学的时候，我说这个我打错字啦，其实呢是这个生意兴隆通四海那你就知道呢，我这平常讲台语呢，要转成国语呢，也是很困难的再来，欢迎我们的苑林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来播报呢我们的诈骗集团的新闻哦。再来呢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诈骗集团居然呢跑到这个菲律宾呢，当然呢他们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呢做聚会，那呢一样呢再继续在做这个诈骗诈骗呢不止这个爱情的啦，或者是呢诈骗呢这个说这个公益活动啦，叫你呢要捐一下这个钱啦，捐一下点数的啦等等之类的那呢请大家呢要相信一下说呢如果这个诈骗爱情的啦，诈骗这个点数的啦，诈骗这个公益活动的呢，记得先打这个165反诈骗专线不然说实在的这个呢这一群人17个人呢被抓回来到我们台湾这个呢都是我们台湾籍的人士，想不到呢躲到这个菲律宾呢去诈骗我们的台湾人每次诈骗呢都很希望呢他们受刑但是呢诈骗呢以及这个偷窃啦等等之类的呢这一些刑责呢其实非常非常的低也是跟大家做个分享一下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有人要跟你借钱的啦，有人跟你说呢这个投资 APP 的啦，甚至说呢跟你讲说其他的这个诈骗的方案啦也记得呢不要加入，不要当车手，以及说呢大家呢注意自己自身的财务再来呢也穿插一下我们的怒骂调来给大家所收听，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听这首怒骂。心中当剑花归爱，哪敢当唱一歌麦，身边做事受了
摆，我定要打落逼你性地改。大东兵自万金之苦，带领阿头来领书。哎呦，哪会这么疼？当着我是拍紧师傅，你不免闪避，无通存救。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怒骂调，代表说呢这个很生气的时候呢，可以用这首歌呢来表现哦。它也是呢我们这个电视歌仔戏的曲调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的主题呢叫做知足常乐，对吗？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呢都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来做感恩的3件事情，也就是让大家呢来练习知足常乐的感觉咯。再来呢，请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呢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这个胸腔，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当然呢，这个在训练我们的腹式呼吸法。在你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挺出来；在吐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给它凹进去哟。来，跟着我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呢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在你的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甚至呢今天去买一杯咖啡，感恩呢这个店员，甚至呢感恩我们的路人，我们都来感恩的3件事情哦。先来感恩第一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感恩的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
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也感恩呢大家的吸气吐气哦，感恩呢我们的蛙贵，感恩呢我们的丽华说赞健康，也欢迎我们的 RA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在做呢，每次的这个直播电台的结束呢，都会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的3件事情哦，也感恩我们的伟成，以及呢，感恩我们的灵感菇。我们的灵感菇说呢，一起呢憋气到明天哦。哇，这个呢，那你比这个树懒呢还会憋气哦。树懒呢，在这个水中可以憋气40分钟。如果呢，你可以憋气到明天呢，那也就太厉害了哦。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哦，小秋说呢，感恩呢这个造物者，以及呢感恩的这些恩赐，以及呢感恩老师及大家有你们的捧场哦，感恩大家。也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我们呢来用这个花椒叶来唱呢，我给这个萤火虫小作呢所写的歌词，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亲像阳光的暗时，光明只落在四周围，照明将人烦恼不变。家拖在灰山已经灰，可定泪用真济，眼心但顺心地嘞。有影会经过岁月安一个。为什么呢？刚才最后呢，来穿插这首歌曲呢？因为呢，我在看大家要不要开始扫地了哦。感恩呢，我们伟成呢帮忙开始扫地咯，以及呢，我们的灵感菇帮忙扫这个厕所，还有呢，这个蛙柜我们的管理员呢帮忙呢来擦椅子。感恩呢，我们雨涵电台、雨涵戏院的大家。节目的最后呢，一样让我们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咯。我特别呢来把它转一下这个呢竹笋炒肉丝。罢了，有这之间何必将思念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通死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负责才能再可害。公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永远要告状，你有能奈我何？照骗照行，我。
酸，差点地方。要介绍一下这个竹笋炒肉丝，是不是？这个呢，地顺插把西呢，在早期呢，就是说哈，这个呢，我拿藤条哈，这个长辈呢拿藤条来打你哈，请你吃一顿哈，这个切哈，这个地顺插把西安的意思的对了哈。那但是呢，这个是呢，我们这个伟成呢小时候的回忆哦，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呢，都来听一下哈这一首竹笋炒肉丝的片段哦，也感恩呢我们的陈晨芬呢帮忙拖地哦。这个呢，丽华说大家晚安，明天见，欢迎我们的丽华，我们明天再会咯。再来呢，我们继续来听竹笋炒肉丝咯。对你依赖了情，我不了情。你甲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再来呢，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怨灵哈我刚才忘记讲一下了哈，刚才忘记介绍一下这个春联哈，有我们这个平安顺心的春联，以及呢，这个吉祥感恩的春联，要怎么索取呢？加入我们这个赖群组里面哈，以及呢录一小段呢，你所唱这个七字调，这个新卡北北照三关呐，或者是呢你唱这个细盆波丹白细微哈，就可以来索取这个春联哦。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老师是不是要偷笑哦？没有错，我刚才看到你说这个竹笋炒肉丝吃一下呢，你就会乖了哦。”当然现在是爱的教育了哈。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这个竹笋炒肉丝。如果呢要索取我们的春联的话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哦，欢迎大家加入咯。老师，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跳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要做事想要败，一定要打落拼你心地界。感恩我们的文化柜管理员呢，跟他提醒一下哈，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那呢，每周四呢，也就是我去到日照中心推广的那一天的晚上呢，礼拜四晚上是我们的台语台哦。但是呢，大家可以放心哦，就是呢，这个台语台呢会一边来翻译一下国语，不会呢让大家整场都听台语的哦。所以说呢，这个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以及呢想要学习台语的朋友呢，明天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一起来学习台语咯。感恩呢，我们的这个文化柜大大，我们的文化柜管理员帮我提醒一下，不然我差一点也忘记了哦。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呢，你预知明天呢这个蜜蜂要头痛了哦。这个呢，灵感菇说铁的纪律，合理的训练以及呢不合理叫做磨练哦。继续来听我们竹笋炒肉丝，请你吃一顿，第四炒肉丝啦。相片呀，我
上，驸马今日上佳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乖啊，你太过分，两摆打我敢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甲我文昌。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啊！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钓车囝。公主做事理不明，也随互人心头痒。当酒假死啊，医生病，大可啉天哦，心无病。驸马小心，莫将你。为爹娘啊，梦千里，风风翻飞啊，将了去，分泪去灵啊，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去。金寿衣，驸马无够找情义，宁可光阳平义。公主，阿罗山当年犯境界，分扬南征北讨，正攻渡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低位高。贵甲。